继续来到中华园林，有一间景观餐厅设立着高空的海拱手，有人讲海千手，离这个涂骹面有220米悬。若是这个海拱手来翕相，会当来翕出着迄种仙女飞上天顶的效果，嘛变成一个真红的景点。但是有民众看到这个相片讲真恐怖，嘛恐惊有安全的问题。县政府追查了后发现讲，这个业者是伫山坡地来设这个拱手，已经违法了。这上最是会当罚款30万。哦。海千手海角真悬，离涂骹220公尺，对天顶看那仙女飞天，够水够刺激。连查甫人拢感觉真刺激。这个高空千手伫中华园林这间景观餐厅，因为会使翕出那仙女的相片，真像。一张搁一张海角真悬的相片，有民众看甲拢起鸡母皮，不过嘛有民众质疑千手伫山坡地，搁还这么悬，真危险。我们有在那个申请 SGS。那个认证安全的认证，几乎是滴水不漏来。业者讲，门票包括公共以外险，大家千手拢有专人协助操作，座椅嘛有安全锁啊，下骹嘛有安全网，千手来回海来海去，拢伫安全网的范围。高空千手真情引起县府注意，犯伫山坡地设千手已经违反区域计划法，是属于违规啦。那查说所有的农业的相关的规定了哈，它目前要合法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是不可能。县府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了解，看千手占用的山坡地面积有偌宽，相关要罚30万。业者嘛讲，县府认定千手设立的地点违规，会先配合，会停止游客来海千手。